副总头目。嘿呀哈吼呀吼嘿哈嗨，嗨哈嗨，哦呀吼，嘿，哦呀吼，嘿，哎呀哟呀嗨呀嗨，哈嗨哈嗨，嘿呀哈吼呀吼嘿哈嗨。哈嗨哈嗨，嘿呀吼呀吼呀嗨，哈嗨哈嗨，嘿呀吼呀吼呀嗨，哈嗨哈嗨，哦呀吼，嘿，哦呀吼，嘿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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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嗨哈嗨，嘿呀呀吼呀吼呀嗨，哈嗨哈嗨，嘿呀呀吼呀吼呀嗨，哈嗨哈嗨，嘿呀呀吼呀吼呀嗨。哈嗨哈嗨。哎呀哎呀哎呀哦哈嗨嘿呀嘿，哎呀哎呀哎呀哦哈嗨哈嘿，哎呦呀哈哈嘿哈。哎呀哎呀哦嗨嘿呀啊哎呦呀啊嘿哈哎呦呀啊嘿哈哎呀哎呀哦哈嘿呀。哎呀哟吼，哎呀哎呀哦嗨，哎呀哦哎呀哦嗨，哦哎呀哎呀哦嗨。哦哎呀哎呀哦嗨，哎呀，谢谢，欢迎欢迎，马上喽，下面下面，嘿，哎呀哟吼，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嗨。哦哎呀哎呀哦嗨，嗨哈嗨，哦哎呀哎呀哦嗨，到地了，你是哪一个村镇乡的？哎呀哎呀哦嗨，嗨哈嗨呀，哦哎呀哦哎呀。哎呀。
不要乱提高音。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区长、周区长，哇！明年你当我们的舞蹈教练。还有莅临的我们高地伟理事长、陈启元理事长、宋长发理事长、陈淑妍头目、胡锦昭头目，啊，还有我们新店的陈头目，简单了。林头目，是有，谢谢吴国义啊，还在我们的现场，腿很长那位啊，这是拉的旁边，谢谢我们李秀娥理事长啊，美妙的舞姿，还有李金龙理事长，哇，这么帅气的一个打扮。邀请我们现场所有在摊位的、在帐篷底下的，全部出来跳舞。谢谢老板娘。哎，再加一个人是吧？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啊！谢谢啊！摊位里面的好朋友啊，那个酒刹车一下，我们到现场运动一下，流流汗。非常谢谢每一位参与跳舞的每一个人，谢谢林秀英林老师给我们带唱，谢谢，非常的谢谢，也谢谢。